继续来看台南县发展县讲，这几年来有咧做都市土地订规，不过环保局嘛发现有未少的空地啊，插广告咧卖土地，拢无人咧管理，影响景观。今年都收到251件空地草啊发超过60公分的检举，其中有10件地主也是无改善，向开发。台东火车头是台东观光的大门，不过一个行出去，都随看到规片的空地啊，草是发甲超过口头屋。而且附近还佫有旅馆、民宿，观光客当车到台东，都看到草发甲离倒位，互大家对这的印象变真歹。失望吗？会稍微有一点啦，对啊，因为毕竟台东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。市区嘛有坑咧用的空地啊，边仔佫挂广告，两边佫是人家厝，草发了伤悬，蠓虫鸟鼠是四界摊，住伫遐的人嘛是头壳摸咧烧。台东县环保局今年就接到251件检举草啊发了伤悬的案件。要求地主改善，不过还是有10件。地主经过催告了后，无改善就会防裁罚。环保局讲，都市计划区内底的空地啊，草若超过60公分悬，相当会罚6000块。影响周遭的居民的卫生或者是一些环境的问题的话，我觉得是应该要有效的管理跟采访。计划区里面的土地，如果它的杂草超过60公以上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1200元到6000元。环保局呼吁，台东县是观光发展的地区，为了都市的美观，希望空地的地主会当加强管理。若接到改善的通知，伫期限内改善就袂裁罚。不过，若经过催告一届，要是唔处理，就会依法来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